好啦，有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8月份台湾的电视剧是来大爆发。你讲这个当代女性的喜剧《俗女养成记2》，昨暝播出到第2集，受到热烈的回响。另外一出的电视剧《斯卡罗》是咧讲150年前恒春半岛的南平罗美号的事件。14号播出到第1集，收视率嘛开出到红盘。讲有袂少的网友拢是哪看这个电视剧，哪来了解到台湾的历史。我可能生出小孩。一句话讲到真侪现代女性的痛，《俗女养成记》第2季的第2集，探讨女性40岁了后面对生理和心理的压力，自头一摆生理期和要停经的心境。趣味的处理方式，伫第2集4岁以上收视率有3.7。导演嘛讲，小嘉玲5姨涵演出的时阵真牺牲。他包陈嘉明的纸尿裤，以涵真的很牺牲。定妆的时候我们就给他试过了。因为演员精彩表演，第1集播出真侪好评的，还有这出。你这样麻烦，不是在找车我的麻烦。妈姐姐呀，妈妈在养啊。不管台语或者是原住民语，吴康仁拢讲了真好。斯卡罗咧讲1867年恒春半岛南平龙梅号事件，咧讲150年前台湾每一个族群咧相拼的状况。另外，还有已经过身的演员吴冰凤的画面，互观众拢真惊喜。我黑暗拢有官府伤做官盐啊！有网友学咯，会使一边看戏一边了解台湾的历史。头1集播出4岁以上的收视率有2.52的好成绩。用3年准备4个半月来翕，期待使甲台剧有到国际顶级，互大家看到台湾戏出的企图心。